周小松議員。主席，據推算，到2028年，65歲以上長者人口到208萬人，大概每4個人就有1位長者。同時，舊年本地新生嘅嬰兒數量只有31700幾人，創下有紀錄以嚟新低。同一時間呢，香港亦都正面對經濟轉型同 AI 革命嘅衝擊，對人力資源嘅結構同質素都有新嘅要求。呢一啲數字同事實都喺度提醒我哋，要盡快採取措施去應對，否則問題只會越來越嚴峻。隨住人口老化，勞動人口嘅年齡中位數將會比現時會有所上升，因此我哋更加要推動改善中高齡友善嘅就業環境，協助願意工作嘅初老及銀齡人士重返以及留在職場。目前香港60至64歲嘅初老人士嘅勞動參與率只有50.1%，反觀同樣面對人口老化嘅新加坡則係68.4%，與香港相差甚大。新加坡銀齡人士勞動參與率高嘅背後，其中一個原因係政府推出大量嘅政策鼓勵長者就業，包括設立年長員工就業補貼、部分工時員工重新僱用津貼等計劃，以直接嘅薪金補貼鼓勵僱主聘用年長員工。此外，新加坡仲有退休與重新僱用法，僱主有責任聘用退休員工至68歲，或者提供補償金。香港雖然有中高齡就業同再就業津貼計劃，但係支援政策整體嚟講遠遠不如新加坡咁全面。喺禁止年齡歧視方面，新加坡喺舊年底更加通過職場公平法嘅第2階段立法，包括禁止僱主年齡歧視等行為，而香港至今都冇計劃立法。喺支援長者嘅就業政策方面，我哋的確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。喺鼓勵生育方面，我認為政府應該將政策嘅重心從獎勵生育轉化為構建生育友善環境，從一次性嘅獎勵走向全方位嘅支持。政府過去確實有提供生育獎勵金同埋增加社區幼兒中心等等嘅設施，亦都有喺房屋政策、稅務等方面提供支援，確實值得一讚。我希望政府能夠不時檢討呢一啲政策嘅成效，並及時調整完善。不過，反而喺一啲基礎嘅福利上邊，始終未盡完善，例如法定侍產假就嚴重落後於周邊嘅地區，北京、上海、廣東等地已經達到10至15天，南韓、新加坡更加係分別增加至20天同4週，連首次推行侍產假制度嘅泰國都已經有15天全薪假期。我期望政府盡快檢討同增加侍產假同產假嘅日數，將其納入鼓勵生育組合拳嘅一部分。主席，剛才有多位議員都提及公務員延遲退休嘅問題，我就認為應該要小心去審視，要充分諮詢公務員團體嘅意見，即使係要調整呢，亦都要具有彈性，讓公務員可以自行選擇。主席，應對人口挑戰係一場既要速度又要耐力嘅競賽。我建議政府設立高層嘅協調機制，由司長級嘅官員牽頭，統籌房屋、勞工、教育、醫療、民政等部門，循鼓勵生育、釋放本地勞動力同人力培訓及留住人才3大政策方向，確保各項措施落實到位。主席，我哋唯有以破釜沉舟嘅決心，推行連貫且有力嘅政策，先至能夠為香港構建一個充滿活力、可持續發展嘅未來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原議案同所有修正案。